高雄这个桃园区内民巴克路这个桥进前和大水冲断去，这人知影。目前包括老龙溪、玉水溪等等，最近不时拢有土石流的发生。是咪到有看到这个民众收钱要去看？派出所员表示讲，土石流瞬间爆发。 若要走的时，恐惊就袂赴啊，所以讲呼吁咱的乡亲唔通摕生命安全滚耍笑。另外为了帮助山顶高龙这个区代表成立的桃园区复兴山仔救援行动队，利用大型无人机要将山仔载落山。在一箱的山仔无人机要甲试飞去较悬的所在。 在是高雄桃园区的山仔，因为桥断去，山仔车袂出去，高龙正着急。都已经熟了，熟到都已经快要黑掉了。话伤黄，只好摕来饲鸡仔囝。区代表杜书伟就成立桃园区复兴山仔救援行动队，甲实践大学各企业合作，要抢救部落内面的山仔。测试成功之后，预计最多会用6台。 轮流飞，每一台载重6公斤。那山顶的山啊，赶紧车出去，部落的居民嘛想要落山，不过山区即摆情形是，伫民马克路桥断桥这个玉水溪，还有区内老龙溪，不时拢有土石流的发生。警方设一个观测站，不过依然有真侪民众想要去看路人。桃园国中的下方，我们已经全面性的封锁，这段期间请勿上山。 以免造成救灾人员的困扰。嘛，因为土石流，和这个手炭工程被林考验，公路总局想尽办法，让部落的人有路通行。研议如何从梅山口到大关山，跨过我们台中的向阳这边，让一般民众来做一个进出。这是暂时的办法，不过对部落人来讲是上要紧的代志。只要我到落山，倒一条路拢不要紧。